門近期嘅樓市焦點咧，一定係南環湖 C7 地段嘅天璽湖項目啦。咁啊，今集咧我會盡量一條片咧講清楚所有嘅揀樓細節、戶型分佈同埋項目賣點嘅。首先我哋睇下個地圖同埋航拍啊，我認為佢其中一個最大嘅賣點咧係個城市界面同埋周邊嘅環境。咁睇下個環境咧真係世界級嘅，東西分別係南環湖同埋西環湖，北面係主教山，南面係氹仔海啦。永利酒店啊、星際啊、美高梅置地、新葡京酒店、金銀島800伴、旅遊塔等等咧，全部高端消費嘅場所咧都集中喺2公里範圍之內。咁如果買嚟收租或者長期投資咧，其實唔受一啲高端嘅租戶。除咗高端嘅經濟場所之外咧，就亦係澳門嘅政治文化中心嚟嘅。咁旁邊大家見到立法會、法院、領事館、水上活動中心等等。咁啊，而距離咧呢一度嘅各大書包方面咧，大家可以睇下呢3張圖，咁我就唔多講啦。或者如果你唔算好熟呢個區域咧，都可以用呢個方法咧去搜索你關心嘅地點嘅距離啦。咁好多人咧亦都會用距離同一號湖畔或者天寸去做比較啦。但係我覺得呢兩個項目都係好好，但係咧佢哋同酒店基本上係無縫連接嘅。咁如果有細路仔就冇咁好。咁而天璽湖咧就喺南環湖嘅另外一邊，咁會同高端嘅場所咧會有一個適當嘅距離。睇完個城市界面咧，講下項目資料。咁啊，一共咧有3棟嘅，唔講唔知，其實佢係一個低密嘅住宅。咁啊，得39.4米嘅13層高。咁一共咧只係得332個單位。咁當中咧包括有13間別墅同埋有幾十個特色單位。咁可以話剩翻嘅分層單位咧，其實數量唔算太多。咁戶型分佈咧，最細係390尺嘅1房，566尺嘅2房1廁，598尺嘅2房2廁，877尺嘅3房2廁，1098尺嘅4房2廁。咁每層嘅層高係2.9米到3米，都算唔錯噶啦。最令人關心嘅價錢方面咧，可能過一排先知啊。咁但係大家如果想第一時間知道咧，可以留低聯絡方式，到時我一有咧即刻發俾大家。但係咧，我都嘗試喺呢度大膽預測一下，等大家容易計到個首期預算啊。咁我假設大家都係3成首期啦，即係7成貸款。咁咧1房咧，我估計大概100萬首期到。咁2房咧應該就大概150萬上下首期啦。咁啊3房咧同4房咧分別可能係200頭到200中左右啦。咁大家咁聰明咧，大家可以嘗試下反推翻，咁大概嘅價錢會係幾多啦？咁但係我都係估計下嘅啫嚇，或者你又估幾多咧？歡迎喺留言區大家切磋一下啦嚇。咁講翻佢仲有一個好處咧，就係佢包全屋嘅裝修嘅，咁變咗咧就唔需要俾完首期之後咧，又要另外俾一筆裝修費。咁而且喺澳門咧，你嘗試過搞裝修就知道好花時間同埋精力嘅，成本亦都真係好高嘅。所以拎包入住，佢已經幫你做晒裝修咧，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賣點嚟嘅。跟住同大家睇下個景觀嚇。嗱，如果想買無敵景咧，一定係買向東面望南環湖啦。咁大家基本上你睇到從低啦、中啦去到高啦，成個景觀咧都一定係靚噶啦，都係無敵噶啦。高層咧可以再遠眺更加遠嘅海景啦嚇。咁當然價錢方面肯定係都係最靚噶啦嚇。咁其次咧，大家可以嘗試考慮向西方向高過消防局，啱啱上到去消防局頂啦。其實大部分嘅單位咧都係望到西環湖。如果再高層一啲咧，大家會見到灣仔嘅海景啦嚇。咁低層咧，即使高唔過消防局咧，有部分單位咧其實都係望到西環湖景嘅。距離消防局都係相當遠嘅，個樓間佢係相當闊落嘅，大家可以睇得到。咁南向咧，暫時前面咧係做緊綠化，咁再前少少咧係有一個官地啦。咁而家都係未知道未來會做啲乜嘢啦。可能想預一個較低啲嘅價錢去買嘅單位，而未來可能會有機會博到有驚喜喎。咁其實不妨咧可以考慮向南嘅單位，一嚟佢方向特別好啦，二嚟咧其實呢啲官地咧而家好多都有唔同嘅用途，尤其是呢個區域咧好多都係一啲休閒娛樂活動嘅設施啦。咁不妨可以嘗試下，咁可能會博到有驚喜㗎。咁而暫時咧亦都係一個比較長嘅時間咧，都係望到氹仔全景嘅。目前嚟講咧係最靚，亦都係一個向南嘅景觀嚟㗎嚇。咁北向咧暫時亦都係一個官地啦，做緊綠化啦。咁目前係冇之黨嘅一個主教山同埋成個南環區嘅一個城市景觀啦，亦都係唔錯嘅嚇。咁可能價錢方面咧，亦都係相對係比較相宜一啲啦。好啦，呢一集咧都講得有啲長啦，下一集啦我會帶大家入屋去睇啦，亦都介紹下發展商佢一啲背景啊，或者會所嘅設施同埋管理費等等啦。或者大家有咩問題咧，歡迎留言俾我，我會盡量做功課為大家解答嘅。留意下一集。